来继续来讲蝙蝠蜜蜂是福气幸福的象征。屏东一个黄县市，伫市区骑车，过路人甲记讲，伊的安全帽仔面顶有一只鸟鼠，伊带一条赶紧停落来。这个看原来是一只蜜蜂，伊甲蜜蜂放掉了后，走去签这个运动彩券，竟然是钓14000块，互伊感觉真神奇。 这个蜜蜂正拄好卡伫安全帽甲护颈之间，袂顶袂动。本来这个桥头仔人唔知影，一直到过路人甲提醒惊一条。当时我停红绿灯的时候，隔壁有人就说：“妈妈，你看他那个安全帽上面有老鼠。”我说：“老鼠！”我就吓一跳，我就拿起来看。后来才知道一只蝙蝠卡在这边。确定是蜜蜂，唔是鸟鼠了后，用指甲捏出来放互播音。 我只听到好像有扣一声，然后后来在骑的时候，因为我下意识是把这个挡风镜拉下来，然后有听到它有点在抓咔咔咔的声音。桥头摆弄到蜜蜂已经有够稀奇啊！屏东这个黄县市后来去签运彩，凊彩选6个听讲赔率真悬的队，想要到一个队长袂得啦，6个拢赢，连这个彩券行头家讲，伊的运气真正是有够好。就刚好是撞到蝙蝠，然后那个朋友就说：“你赶快去买彩券，因为这几率太低了。”就中了多少？ 好像14000多吧。那很幸运啊，划得不到啊。事实上，这毋是黄县市头一摆拄到蜜蜂，去年1月有蜜蜂入去因兜，拍伫这个网仔门唔肯走。过尾半年6月份，又有另外一只蜜蜂来做客。我们用的那个草丛好不好？秘书甲蜜蜂有不解之缘，一直去拄着蜜蜂，嘛好网友伫笑伊讲，伊可能是咧求保养，福气到要美嘛美无路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